如果可以再來一次，我一定會選擇好好咁讀書，打死我都冇會再做中介呢個行業。知道我嘅粉絲都知道，我平時呢其實好少會主動咁去聯繫客戶，但係最近呢，我發現我俾客戶投訴啦，講我係大 V，講我好忙，講我咪有時間理佢。喂，大佬，你想點啊？事情係咁嘅，一個粉絲舊年呢就揾我睇個樓盤噶啦，嗰時就冇買，咁後續呢我又冇主動去聯繫佢喎，咁上一月佢又聯繫到我，咁想去睇房，因為新區個學位呢其實好緊張嘅，咁佢而家呢其實本身又喺時間位上班，甚至其中有一個呢就係老師。政策而家大家都知啦，而家份議嘅政策係必須房戶一致先至100%入讀，所以為咗小朋友讀書，其實做一個取捨係嘛就好正常啦。咁嗰啲畢竟現實版嘅孟母三遷，可以講係到處都有。咁當時睇完房之後呢，佢又冇辦法落決心喎。房呢其實係好中意嘅，但係原來個房未有賣開，而家又買緊入手。講實話，呢種情況好多人都會有呢種嘅苦惱，我又特別能夠理解。我個粉絲而有好幾個係咁嘅情況。咁呢個粉絲呢係對比天譽名門同埋時代君悅嘅，一直都喺度對比緊價格。呢個呢係一直，因為我傾呢個價格，因為君悅呢佢哋自己去嘅，佢講俾費用我，等我去傾。我講呢啲就唔需要，我可以直接話俾你知大價，亦可以話俾你知，我咪將個透露內幕，咁其他就買晒嚟。咁啦，好玩嘅事情來啦，因為佢哋自己去嘅，一直都喺度，因為我俾隻價格佢，去套我嘅價，然之後咧就自己去揾其他樓盤去傾，但係價格咧就一直係往下探，然之後就一直由定碼落來，咁隨之咧就揾到其他嘅同行。咁其他同學咧，亦知道佢係同我去睇個樓盤，然之後咧就講，嗰個啊大 V 嚟嘅，大佬嚟嘅，佢咪得閒理你嘅，佢好忙嘅，我咪得閒理佢喎。喂，我想問一下，你邊一次發信息俾我，我邊一次冇覆你啊？有邊一次我咪認真咁覆你嘅信息呢？並且我仲話咗俾你知一啲開發商嘅內幕，我點解又冇幫你呢？咁所以有時候我發現做人真係好難。以前呢，我將粉絲嘅聯繫方式俾咗我團隊嘅同事去幫手跟進，咁粉絲轉頭呢就嗌我講我點解將我丟俾人哋？好啦，而家我自己嚟聯繫翻，咁又怪我服務碼好耍大牌。我想問一下大家啦，你哋真係希望我日日咁打電話俾你，日日咁騷擾你咪咯？好似其他同行咁樣係嘛？有事冇事都發條信息俾你，發條廣告俾你，推啲樓盤俾你，萬理得你嘅需求係點樣？唔論邊個樓盤點樣都好，我都一人推俾你。樹咗佣金高，我就一定要試睇。你係想我咁樣做係咪咯？我哋係要做一次性嘅生意咪咯？而家買房嘅人買幾個係容易噶？疫情嘅3年，大家都過得買容易，甚至已經降低咗我哋嘅收入，啱唔啱？咁如果而家大家都係有不得不嘅原因，乜水又願意去孭幾十萬甚至成百萬嘅房貸呢？買房你係為咗小朋友讀書也好，為咗結婚也好，為咗置換房產也好，都係不得不已嘅苦衷。所以想在多方面嘅對比價格係好正常，甚至可能要求啲同行反佣又好正常。呢啲我好理解。同一個房，大家都想花比人哋少嘅價格去買，所以好多人都會自己去實樓處。最後你會發現，原來價格又冇得少，反而可能比原來更貴，因為你咪係行業內部嘅人，內部嘅情況你係唔知嘅，呢個係好正常。咁我呢亦冇咩特別，亦冇咩太多嘅優秀之處，比我專業嘅人大有人在，比我冇底線呢更加冇少數。我唯一有嘅呢係真誠，你相信我，將房呢個大事交俾我，我就一定會勿辜負你。能夠成就皆大歡喜，成唔到我又衷心咁感謝你嘅委託。最後我冇主動聯繫，係因為我冇想過多咁去打攪，唔係我大牌，而係我哋大家都喺度互相做緊價值交換呢一件事。
價值交換呢一件事一直都係我個初衷，因為你啱啱好需要，而我啱好專業，僅僅係咁樣嘅啫。希望大家都能夠最終揾到一套屬於你自己心滿意足嘅房。